2025年10月7號夜晚煮呢個雞肉串，呢個係咩啊？螺螄粉唔係蜆殼粉，同埋蛋。今次試下呢個汁，係EON買8蚊，好抵。跟住加埋菇，之後同啲咖喱轉一樣用法，當汁用。咁就落去煮5-6分鐘，跟住再焗，跟住再整個汁，咁就搞掂。一撇4粒，然之後我用一半，因為第一次用呢隻唔知道有幾濃，所以落多咗少少水。第一次個汁都幾結啦，所以都啱落多少少水。OK， 搞掂，有蛋有肉。有菇有通螺螄粉，係蜆殼粉。同埋個汁都好香添，好香牛肉味、牛肉湯味。個汁係嗰啲日式嗰啲牛肉，好似啲咖喱磚嗰啲汁整出嚟。聞落你應該都係好有日式嗰啲牛肉湯味，好濃喎。夠唔夠味？夠啦，夠啦。試下。係冇結啊！呢啲汁。係啊，你可以整翻呢啲。我已經落多咗少少水，因為我唔知道有幾結，咁就可以整幾次。8蚊可以整4次，4次汁。一嚿可以其實分開4格嘅，我每次係用2格。即係似嗰啲牛肉燉湯嗰啲汁。OK， 幾好食。